花莲县政府的进行权发布到6天，就开始出现争议。就点头讲，因收到假进行权，另外也有人主张新住民应该也爱有资格通领，拢引起争议。花莲县府12到18普合县民每人3000进行权，佮请中央印刷厂设计4道防伪机制来避免假款后就市民。毋过，有点头讲疑似收到假，后边的防伪标示安尼愈拢愈袂出花莲2字。我刮给他看，我说你这个刮不出来，还他，然后你再换一张给我。4段防伪机制有手机扫描 QR code 后边防伪图层，愈条了会出现花莲 logo， 也有对照光线，会用看到原来米仔甲起来线颜色的标线。毋过实际测试，真简单就将花莲2字给滤掉。这样刮就坏掉了，造成这个有价证券本来是真的，反正人家去消费，那我会不会就变成假的？也有机关质疑，为什么长大伫花莲的新住民甲外籍人士无法度领到？其中也有一个人，比如新妇，对在地将有贡献，安尼摆他是不是公平？花莲全县的新住民人口有8000多人，那他们拿到了 APRC， 他们来花莲永久居留，但是你排除了他。是不是出现假款？警方因这压提问题权的查甫人会追查流向，毋过县府初步认定是女性出难，进行权的多站破去。新住民甲外籍人士是不是有资格强调那些设籍伫花莲就用领？其实还有其他的防伪机制，只要辨识是真的，那张就是真的。有拿到花莲定居的权利的，基本上都有资格来领。进行权发到即马无到1礼拜，问题未少，也有疑似被转卖，甲人数超商，拄达加倍问题是毋是造成伫外地消费？县府表示会甲公司进行协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